用人的油驗出低干物質超標，國民黨今仔日暗頭5點，按算要佇咧凱道發起集會遊行。目前是確定有12位縣市首長會到現場。另外，警方昨暗發動第3屆搜查，今仔日是依照食安法，甲泰山公司的前後任總經理攏繩押禁見。在行政院長鄧英台來到進前，會場已經客滿抗議的民眾，要求政府愛對毒油事件負責任。是不是在我們的真相釐清之後再予上架？雖然南北縣市首長佇凱道發起725反毒油大遊行，台北市長朱萬安甚至要求行政院長鄧英台應該落台負責。行政院長鄧英台也是來到台中就講，參加大安大甲溪連同管通水典禮，對相關的議題無表示意見。會長怎麼看？行政院長鄧英台也佇離席表示，遊行是人民的權利，強調衛福部食藥署經過檢驗了後，高上架的食用油攏是健康安全的油品，也不過也提醒遊行了後，朝野愛回歸理性來討論問題，對油品經濟食藥署也進一步說明。我們在7月21號就已經宣布重新上架條件，符合重新上架條件的這19批油品跟它的相關產品。食藥署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現在手邊的事情做好啊，而且這些結果會持續的向社會做一個公開的說明，大概就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事情。台中地檢署理事也指揮檢調執行第3波搜索，分幾啊路搜索泰山服務等公司高層住所，各約談幾啊人到案，經過驗封核實了後，認為泰山公司前後任總經理等人罪嫌重大，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。任泰山公司前任沈姓總經理、現任蔡姓總經理及張姓廠長，均涉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。其中沈姓、蔡姓被告2人有湮滅、偽造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，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。台中市食安處到2時為止，落市回收問題油品甲相關產品達到67萬6千多公斤，受影響的第3站以下業者增加12間，累計達到267間，攏已經要求停止使用，和完成落市。記者綜合報道。